今次係 Louvre 靚2B 奇異座嘅3房單位，一入去我覺得有種貴氣清新感覺。雖然主要顏色都比較淡，但仔細啲睇就會見到設計師嘅小心思。除咗用到黑鋼同金鋼嘅細線，仲睇到好多細位都有圓嘅元素。冇錯，你講中咗今次嘅設計主題。今次我哋設計咗好多嘅角位，都會加咗小圓角、彎邊，做出咗圓中圓嘅細緻感。另外一個我覺得好有 detail 嘅位置，就係飯廳同電視機牆身。你提到嘅2個地方，我哋首先喺牆身貼咗特色嘅牆畫，再加咗條紋玻璃喺前邊，做咗一種好似錯視嘅特別效果。你哋仲襯埋飯台旁邊拉燙板嘅波浪添。呢塊拉燙板除咗係活動嘅特色牆，仲可以用嚟當做窗簾，有需要嘅時候仲可以遮住隻細窗添嘅。設計師將圓呢個元素以比較夢幻嘅風格包裝，例如喺牆身揾咗有泡沫嘅牆畫，櫃門加咗圓拱形元素，床欄更用咗串珠設計，增加趣味性。如果中意呢個設計或者想睇其他嘅風格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